好，大家好，我係富方投資平台 Wealth Management Cube 嘅 Thomas。今日好高興邀請到裕信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嘅李子文先生。咁我今日嘅身處嘅地方咧就係 RAM Group 裕信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嘅中環辦公室，係咪好靚咧？其實我哋 RAM 裕信集團咧，其實係一個澳洲悉尼總部嘅公司啦。我哋公司喺5個城市都有辦公室，包括係澳洲嘅悉尼啦、墨爾本啦、布里斯班啦、中國嘅上海啦，同埋香港。咁我哋公司咧，我哋管理嘅資產規模咧，目前係超過270億港元。咁而我哋公司咧有超過180位金融嘅專業人才啦。咁而我哋公司嘅高級管理層咧嘅行業年資咧都超過25年。咁我哋裕信香港咧，其實就係整個集團喺香港嘅子公司啦。咁我哋香港亦都係持有證監149號牌啦。咁而我哋一直以嚟，除咗為專業投資者或者高淨值客戶去提供服務以外咧，近呢幾年咧，我哋亦都擴展到公募零售基金嘅業務入面。可唔可以講一講呢隻 RAM 香港政府債券基金成立嘅由來？可以啊，我哋香港政府債券基金咧，其實就喺去年11月成立嘅香港公募零售基金啦。咁我哋其實個基金目的咧，就係希望為客戶帶嚟穩定嘅收益，同埋非常之穩定嘅資本回報啦。如果你用基金投資香港政府債券，咁有啲咩優勢呢？咁有幾個優勢啦。第一，我哋如果用基金去投資香港政府債券的話咧，係冇交易成本啦。咁無論新舊贖回嘅時候，亦都冇交易成本。咁第二咧，我哋嘅基金咧，其實係每一日都可以做新舊贖回嘅。咁基本上即係話，其實個流動性係好高啦。咁大家譬如有啲短期嘅資金閒置嘅，可以投資到一個非常高評級嘅債券基金入面，咁取一啲短期嘅收益啦。咁同埋我哋債券基金其實都唔需要擔心去直接買債券嘅時候可能揾唔到貨啊，個量啊夠唔夠啊？咁呢個係亦都我哋基金可以提供嘅一個服務啦。香港政府債券基金有啲咩呢個基金有咩特點咧？我呢個基金嘅特點咧，首先就係我哋目前咧，其實係香港唯一一個以香港政府債券為主題嘅零售公募基金啦。咁我哋嘅基金當然咧就係因為我哋睇好咗香港政府債券非常高嘅信貸評級啦。咁香港政府嘅信貸評級其實係2個 A。咁2個 A 係一個咩概念咧？信貸評級最高就係3個 A。咁2個 A 其實就僅次於3個 A 嘅評級檔次啦。咁所以其實個信用非常之高啦，而個風險亦都非常之低。咁我哋認為呢一種嘅投資產品咧，其實係可以為大家提到一個非常之穩定嘅回報。香港政府債券要搶嘅喎，咁想問下，如果用基金嚟投資嘅話，咁有啲咩好處啊？用基金去投資嘅話咧，就係最簡單嚟講，就係你將買貨決定交咗俾基金經理啦。咁基金經理因為始終我哋係機構投資者啦，所以我哋出去買貨嘅時候會比較容易去市場攞到更好嘅價格啊，或者有更多嘅交易對手啊。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有利投資者通過基金嘅形式去降低佢哋嘅交易成本啦，同埋可以降低佢交易費用啦。咁想問下，而家呢隻基金嘅收益率同埋佢嘅底層究竟係點樣嘅？呢個基金嘅收益率咧，目前係4%到4.5%左右啦。咁佢嘅底層資產就好似我哋基金名所提到嘅，就係以香港政府為主題啦。咁香港政府主題係咩意思咧？就係當然會有香港政府本身發嘅債券啦，亦都會有香港政府機構發行嘅債券，例如話市區重建局啊、機管局啊。呢啲等等嘅一啲比較知名而大家亦都熟悉嘅香港政府機構咯。好。最後想請問Anthony， 你有冇持有以上上述嘅資產？冇。好，今日好高興今日邀請到 Anthony 過嚟，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